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那讲到过年的由来啊，观众朋友会想到什么呢？因为咱拢讲年兽，其实还是中国的过年传说。总是啊，咱台湾也有家己的过年传说咯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较特别，咱要来和大家分享台湾过年的传说和风俗。先说来看，这仪式的台语安怎讲？那讲到台湾人的过年传说，就是丁镐的传说，啊，就是丁地传说。那讲丁镐的故事啦，就爱对番仔油灯讲起。伫遐要有电火时代啊，台湾人是用蜡烛、用番仔油灯点火啊。番仔油就是华语的煤油啦，这个番是西洋人的意思，亲像讲吼番仔火啦、番仔姜啊，拢是西洋人引进台湾的。伫台湾人的传说内面啊，管番仔油灯、管蜡条的新名叫做丁镐。因为一部分民众伫拜拜时啊，其他的神明拢有拜到，敢若伊啊，规年烫天为大家举蜡烛、举番仔油灯，说毋捌互大家拜到呢。所以啊，因就去甲玉皇大帝斗，讲是台湾人啊忘恩背义。玉皇大帝听到真生气，就决定要伫29暝啊，就是华语讲的除夕夜，甲台湾岛沉落去海底。台湾人听到以后，袂得咯，太安尼咧。参详以后，实在是啊，也无法度解决。毕竟啊，是神明决定的代志，人啊实在无法度处理。善良的台湾人怎想讲？好，咱家己沉落去不要紧呢，啊，这系厝里的神明袂当对咱阴视啊。所以啊，就是24迄天啊，先甲厝里所有奉祀的神明拢送登去天顶啊，无要互家己拖累着众神明啊。这就是24送神的由来。当啊，神明拢送转去啊，伫29暝啊，就是台湾岛要沉落去迄暝啊，大家就抬地倒洋啊，厝里有啥物青草的，拢摕出来煮。祭拜祖先了后，规家伙啊做伙团圆啊，享受这最后的暗顿。这就是29暝祭祖围炉的由来啊！啊，打饭食煞，士大人就甲厝里的钱财啊摕出来分互逝世，这就是第年钱啊，就是后来讲的红包的由来。最后啊，规家伙啊做伙啊共度台湾岛沉落去进前的最后一暝，这就是啊酒年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守岁的由来啊。酒年也有人讲是守年啊，汉字同款，意思无相同。酒是伫遐等，守有保护的意思，拢会使。到过天刚早起，大家发现讲，哎呀！台湾岛煞无沉落去咧，原来啊是众神明等去天顶了后，向玉皇大帝解说。玉皇大帝了解以后啊，就改变决定，无搁要互台湾岛沉落去咯。大家知影以后，跳甲跳起来啊，见到人啊，就互相恭喜啊，放炮啊啦，去庙里拜拜，感谢神明，探望亲戚朋友。这就是初一行春的由来啦。大家庆祝煞，较认亲戚朋友拢无代志啊！台湾岛真正袂沉落啊！安尼到初四，大家就去穿青草的，甲神明隆重接转来，这就是初四接神的由来。当神明接转来以后，大家就开始殊荣共享，恢复正常的生活咯。所以初五就假开，开始虽然无用家己的舌头咯。这就是台湾的过年传说。观众朋友啊，恁讲是不是真趣味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以后，主播。